后来，即摆全台湾大约有1万人需要居家检疫，袂当出门。但是讲这个监控的手机只有2000支，其他拢爱靠第一线的里长，逐工敲电话关心。也毋过有居家这个检疫的民众讲，并未接到里长的电话，这恐惊会将做防疫的漏洞。嘛有里长来反映，讲因爱甲居家检疫的人顾好条，而且爱阁来保守秘密，袂当互其他的里民知影，因实在是真歹做。里长拍开纸箱啊，几啊罐消毒水拢已经准备齐全，要发落里民消毒防疫。为了防武汉肺炎，即马全台要接受居家检疫，免去出门的人已经有1万人。除了电话监控手机啊，佮需要靠第一线里长干事每工敲电话。不过有咧居家检疫的民众讲，无接到电话。我礼拜5回来的嘛，到礼拜1才打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同样情况。那我如果是有这种手机的人，我是不是手机放在家里我就出去了？那他就知道哦，我定位在家里，其实我人不在啊，所以有很多漏洞哦。民众担心防疫有漏洞，不过里长嘛真头疼，有个案免去互里民知影，就惊讲人心惊吓，佮担心居家检疫的人，家己感觉身体健康无受控制，出门拍走，真正是真为难。有人跑出去，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公权力啊，站在他的巷口呢，还是要怎样？不能这样，里民也会问，很为难啊，真的是很为难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讲，未来居家检疫的人数只会愈来愈多，想要互检疫甲隔离措施完善，才会当持续研议补强。